另外，台北市卫生局在抽验市面上的环境仔粉的时，虽讲小模仿这个牌红环境仔粉无去验出苏丹红，也毋过煞红验出讲伊内底有农药残留。因的董事长之前个讲因7年前就成立食安中心，而且个讲因内部自我检测检验是真严格，已经检验500多届，即马煞标出有农药残留，嘛互网友口舌。为了维护食安，台北市卫生局指过针对网络和市面得卖环境仔粉食品做抽验，结果23件产品内面有6件无合格，连小模仿的红环境仔粉嘛红验出内面有农药。我们会很震惊啊！他已经公布，还董事长出来讲，讲完之后人家被验出，真是好可怕！那到底要吃什么啦？民众会安尼错一个，就是因为小模仿的董事长伫2月爆发苏丹红的疑虑的时阵，捌摕因的检验合格证明出来含内信有。强调公司7当前就已经成立食安中心，内部早就自我检验513摆，这当伫苏丹红事件内面完全无代志，各方叫做是良心企业，即马煞爆发残留农药，嘛互网友口舌并且。以台北市卫生局的调查结果，小模仿的环境仔粉红验出袂当检出来米素，共款验出米素，佮有北京的香咖喱环境仔粉和环境仔柚粉。红辣椒粉是有被我们检验到克镁素0.1个 ppm， 就会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会处6万到2亿元的罚款。就担心民众吃到的话，可能会肠胃道不适，也许说就恶心啊、肚子痛不舒服。不然的话，其实克镁素它算是低毒性的，也没有致癌性。小模仿是回应讲，红检出农药米素的产品是因家己对中国输入进口，成品主要是加入后来销售，即嘛是停收落价，数量当在统计。即摆抽验的商品原料入场之前，拢进行411项的农药检验，报告合格才会当入场来制作。米素是非常态411项农药检验的范围。去年10月，甲伊纳入检验4批拢合格，针对抽验的结果会申请复验。在收到卫生局正式的公文后，我们会申请复验。在未确认安全之前，我们会负起责任进行下架回收。小模仿讲会出专人来帮助消费者听话会，这是国内的食安风暴一直逼，即马连小模仿嘛招标，更加会影响民众的食安信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